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8，箴言15章13到14节安尼讲：心欢喜，面就笑容；心忧闷，心灵就会软志。聪明人的心憔悴知识，戆人的嘴用牛王做食面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心常常欢喜，追求你所赐的知识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是赐下活命、喜乐、甲平安的源头。对古早到现在，对现在直到永远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，主啊，愿感谢你，每日赐下丰盛的恩典，也时刻用你的话光照阮，互阮对你得到真正的愿望甲快乐。主啊，愿你将属天的喜乐充满阮，互阮无因为环境顺利来欢喜，乃是因为有你永远甲阮同在来快乐。主啊，我要因为有你，心中充满平安甲愿望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做聪明人，来敲找你所赐的知识，通互阮伫思想、言语甲行为顶面，拢通荣耀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